今次星島地產網嘅帶你睇地盤，帶你睇嘅係位於東涌嘅東環項目，由新鴻基地產發展，地址為盈康街6號。東環共提供1047伙，單位由1房至3房，其中70%屬1房及2房單位。屋苑包括有會所以及停車場。屋苑隔離有興建中嘅星匯，而早前政府公佈會大力發展東涌，將來喺東環嘅隔離亦會興建大量嘅房屋。除此以外，亦會有新嘅地鐵站。跟住落嚟，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屋苑附近嘅配套設施。屋苑附近有單車徑、公園，而喺公園入邊亦有相當多嘅康樂設施。而喺屋苑附近亦有郵局、學校等設施，方便滿足居民嘅日常需要。而喺商場配套方面，屋苑附近有多間商場，商場就由屋苑附近嘅天橋連接。附近嘅商場有超級市場以及各種食肆，可以照顧居民嘅日常需要。東涌嘅居民出入主要依賴東涌港鐵站，但除咗東涌港鐵站之外，附近亦有相當之多唔同嘅交通配套，就好似的士站以及巴士站等。跟住落嚟，不如我哋一齊聽下附近居民對呢度嘅意見啦。呢個居住環境好好啊！呢度又寧靜，而且人唔算好多 ，OK 嘅，我覺得呢度。人少多，但係呢度唔係好多即係平時落嚟遊客啊。我覺得係星期六日可能會比較多啲咯，但係如果我諗平日就呢度會比較少嘅，平日真係會係啊。咁啊，你覺得呢度嘅區內嘅娛樂啊、購物嘅設施都夠唔夠咧？娛樂嘅設施我覺得唔係好夠咯，即係好似冇乜小朋友玩嗰啲遊樂設施啊，好似都冇乜啊。淨係得可能啲大人可能都係玩啲網球啊嗰啲先先有，係咯，係啊。咁但係你覺得呢度即係喺度住嘅交通係方唔方便？方便嘅 OK 嘅呢度，係啊，係啊。呢度空氣質素你覺得係點樣？好啊，呢度空氣質素好過出邊九龍度好多啦，呢度已經係啊。咁你對呢區嘅整體評價你覺得係點樣㗎？如果10分為滿分嘅，我諗我會俾8分嘅呢度，係啊。好，唔該晒你。OK， 好。居住環境點樣㗎？都幾好㗎。空氣質素方面係點㗎？我覺得 OK 嘅，雖然啲人成日講話嗰個叫做咩話，嗰個叫做即係成日有啲即係話懸浮粒子話即係咁樣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其實唔係好多日嘅啫，啲人誇張咗。即係你覺得呢度嘅空氣？係啊，我住咗好多年嘅。哦，係啊。你覺得係呢度嘅交通設施即係嗰邊又方唔方便？因為搭地鐵反而都好方便，不過揸車就啲人就會覺得好長咯，即係真係好時間出去都好耐咁樣咯。但係反而我覺得搭地鐵都幾方便，係。呢度嘅購物啊、娛樂，你又覺得足唔足夠咧？咁就少啲嘅，不過就都幾即係舒服咯。即係整體嘅評價，你覺得係點咧？都有8分，即係如果10分啊。好 ，OK， 唔使。咧，你哋覺得呢度嘅居住環境點樣啊？幾好啊！係咁啊，空氣質素方面咧？都 OK 㗎，可以接受。呢度嘅購物啊，或者娛樂嘅設施，你又覺得足唔足夠？暫時覺得 OK 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平時交通啊、出入係方便嘅？都 OK 嘅喎，反正我可以接受咯。哦，係。係啊。即係平時譬如話會唔會好多人啊？你覺得？都唔會，可以喺我接受範圍之內嘅。係。評價，你覺得呢度居住環境係點？我覺得係 OK 嘅。如果10分係滿分，我俾8分咯。唔該你。OK。跟住落嚟，不如我哋再一次睇下東環四周圍嘅環境啊！今次星島地產網嘅帶你睇地盤嚟到呢度為止，下次繼續帶你睇地盤啦，拜拜。